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志。今仔日要来甲大家讲笑话，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妈妈，我要空咧困啦！啊，你大汉带媳妇，嘛要空妈妈困哦。啊，恁某要安怎？互伊空爸爸困啊？哦，唔惊搞去借大心。水某诶，我感觉我这怪怪呢，还是安怎啦？我感觉吼，我这站想要愈来愈短呢。哈？啊，我看到我安怎啊？之前我一只手就会使甲你揽甲足暗，啊，即摆我两只手硬寸嘛拢揽袂起来呢。109年度大雅饥渴，各闻其贼。子曰：“汝父无酒未战，汝不知吾之不浊其反派。”这个翻译解答，互众人足惊吓。答案是：恁爸我足久无甲你站，你是唔知我鞋啊穿几号哟？影片到这结束啦。恁若喜欢这水影片，注意，请一定要订阅我廖弟肯博的频道，每礼拜暗时6点准时发布影片。